今集要介紹呢個產品，應該係我拍過 X Power 產品裏面最迷你嘅一個啦。拎起個盒出嚟咧，我就咁睇咧，其實我初頭估唔到係咩嚟嘅，熬下佢又有少少聲喎。咁啊好彩前面有得揭開睇下，一睇哦，我知啦。原來係個數碼相機仔。喂，而家啲數碼相機咁細個嘅，係啊，即係好似早前咧，柯達咧出咗一系列嘅數碼相機盲盒啊，炒到黐線嗰啲咧就係呢啲數碼相機仔啦。咁呢個 X Power 聯成哥斯拉嘅數碼相機仔咧有兩款啦，除咗我手頭上呢一款之外咧，仲有另一款咧係彩色啲嘅。咁啊，大家睇下覺得邊隻靚啲啦？佢係支援硬照同埋短片嘅拍攝嚇。硬照方面咧，你可以自己去隨意選擇呢個解析度啦，佢有好多級俾你揀嘅。咁另外咧，短片方面咧就可以拍 720P 或者 1080P 全高清都得噶。咁底部見到有兩個插座啦，一個就係呢個 Type C 線，因為佢用 Type C 線充電啦。另外咧就係一個 Micro SD 嘅插座，咁啊最高支援咧32G 卡嘅，你唔好用超過32G啊，即係唔好用64、128嗰啲，最高用到32都夠。其實咧，你如果有舊嘅，可能8G 啊、16G 咧都可以影到好多張相噶啦。呢個好似玩具咁嘅數碼相機仔裏面，梗係有嘢好玩啦嚇！裏面有各種嘅 filter 嘅，紅黃藍綠啦、黑白復古啦。咁啊，如果你想影一啲特別啲嘅照片或者短片嘅話咧，你可以喺裏面揀 filter 噶。雖然機仔細細，但係佢都有埋補光燈喺度啊！即使你嘅光線唔係非常充足都好啦，都可以影到清晰嘅圖片嘅。最緊要撞花咗、刮花咗都唔係咁心痛啊嘛！X Power 聯成哥斯拉數碼相機仔有兩個顏色可以選擇，你睇下邊個啱你啦。想感受下以上嘅產品，7月24到28號咧可以嚟動漫展 X Power 嘅攤位啊，位置係 G06嘅。呢件 X Power 產品都有1年保養，半年內有壞啊，仲1換1添。仲有購買任何 X Power 產品咧，即可喺產品表面啊做翻個個人刻名服務嘅，訂製個人以及公司嘅禮品啦，打造你獨一無二嘅禮物啦。詳情可以向 X Power 客服查詢嘅。